首先歡迎大家今日啦嚟臨保單捐贈計劃嘉許典禮，延延傳愛嘉年華，3、2、1，請熱烈嘅掌聲，我哋啟動今日嘅愛與保障的傳承。希望咧大家咧可以係齊支持呢個1% 嘅保協呢個嘅基金會呢個計劃，令到咧更加多嘅 NGO 可以受惠於大家嘅善心。其實咧呢一個嘅使命咧，其實咧係令到咧更加咧係普及咧呢個愛同埋保障嘅保單嘅捐贈文化，以生命影響生命，傳承關愛精神，服務社群。呢一個傳承關愛精神理念同埋保單捐贈計劃嘅宗旨相同。我哋有一個好重大嘅憧憬，希望將來有保單就有保單捐贈，會成為一個自然而普及嘅文化。無論香港、澳門以至大灣區，每一份簽署嘅保單都會帶來捐贈社會嘅愛心選擇。